如果你而家唔開心咧，分享呢招，我自己覺得幾有用，好簡單嘅啫，講出嚟。你話一日可能安排1至到2個朋友講電話又好，face to face 都好啦，冇乜所謂。你直接同佢哋講，喂，我唔開心啊，跟住就同佢哋講晒你成個 version 嘅故事。你一開始講嗰陣咧，你點你都會 hold 唔住你嘅情緒，你可能好唔開心，會想喊，冇所謂嘅，俾自己喊出嚟。但係我可以 guarantee 同你講，你大概去到第10次啊，係啊，你開始講嘅時候，你覺得啊舒服啲，情緒冇咁波動啦。到大概第15次或者20次到啦，你個人會開始 feel 到坦然嘅。哦，係啊，就係咁咯，件事，所以唔開心咯。而當你同每一個人去到講嘅時候咧，其實人哋都會俾唔同嘅見解俾你噶嘛。咁呢一個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啊，越講你就會越冇事，直到有一日你講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啊，都係咁啫，好淡然啊，甚至乎你覺得誒，其實都唔值得講啦，太小事。咁去到呢一個 moment 嘅時候，咁恭喜你啦，因為你 overcome 咗成件事啦。咁唔開心總會過嘅，咁希望呢個方法幫到大家。